问是刚刚上去之后，是否确定之后要来连署来登记选总统了呢？顾问先回答好。我们今天是先来了解一下，因为他中选会有公告的时间刚好是中秋节的连假开始。那我们想要知道，就是说，中秋节有没有放假？有没有人？如果我们有问题要来，或是要来领表，有没有人在这样子？怎么会约好起来啊？怎么会约好起来？壮胆吧。我们幕僚沟通一直很顺畅啦，然后想说，因为时间也比较急一点了，大家也都很关心。那与其这样子，我们倒不如亲自跑一趟，因为就像顾问讲的，刚好遇到3天的中秋节连假，我们也很担心说，万一要送件、要登记、要什么，这边会没有人。那详细联署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文件，我们也要亲自跑一趟。那自己了解之后会比较安心。确定联署的时间了吗？还没耶。那问完之后，就是觉得说应该是在秋节之前还是之后？时间点都还在考量。那其实我们幕僚该做的事情，就把这些事情都准备好。那决定还是这个郭台铭先生的事。所以可以说现在开始就已经联署开始正式起跑吗？可以这么说吗？还没耶，因为刚刚中选会的说法是说，是13号到17号他们受理登记领表，那现场也必须要缴交100万的保证金。那今年的联署有效份数是280384份。那如果说要达到有效份数，就必须要是这个数字。那基本上呢，就是他们公告这个时间点，我们必须完成这样的作业。那实际可以开始，他们承认开始可以连署起跑的时间是9月19号。对，因为9月18号他会确定说我们的这个申请是不是有效，会通知我们。那19号才开始可以做这样的联署。中选会有提到副手的部分吗？他们的解释是什么？他有提到，就是副手的部分还是必须要一起就是登记在里面，但是2个人其实只要有1个人就好，然后本人也不需要亲自来，你可以帮他领表，他回去填一填，然后你再拿过来也可以，不需要本人亲自来，但是要有授权书，要有身份证的正本，然后另外要缴交保证金100万。这副手会是现在这个阶段另外一个当务之急。是，这如果说真的我们有要选的话，的确是要考虑到副手的人选，因为必须要写在这个登记表、申请表里面。那目前是找柯王2个人其中来为第一优先考量吗？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应该目前还没有谈到这一部分了哈，蔡顾问。所以刚刚上去来担任这个总统的。蔡顾问，你觉得呢？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他说是由这个郭台铭这边来担任总统提名人，应该是吧？那刚刚上去市长是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全力支持辅选的角色。所以是副手还是辅选？这个再讨论好。还是总干事呢？其实这些我们都还没讨论啦，我们这些真的都还没讨论，因为现在先把这个游戏规则先了解清楚。顾问刚刚说对，是对总干事吗？所以刚刚顾问说对他当总干事的部分，顾问市长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对啊，如果有需要，我们还是需要倚重一下柯市长，对，毕竟这个台北这部分他也真的是会蛮大力帮忙的这样。